6月25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由細到大都係獨立自主嘅你，中意獨處，表現成熟，但係你嘅內心細膩、脆弱，而且好純真。你唔會好輕易咁樣透露自己嘅真心說話，亦都唔中意人哋干涉你嘅私人領域。一旦有咗一個明確嘅目標，你就會要求自己嚴格咁樣執行。你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主義者，心地善良嘅你，見到人哋有困難，亦都唔會袖手旁觀，會出手幫忙。喺感情方面，你最大嘅魅力係富有彈性。儘管你自己有個人嘅獨特風格，你都願意配合對方。相處上邊容易出現問題嘅位，係你好難透露自己嘅真心說話，好怕展現自己真實嘅一面俾對方睇到。所以你嘅伴侶成日都覺得融入唔到你嘅世界。而結咗婚之後呢，你好重視家人，但係亦都好保護你自己嘅私人領域。你唔討厭性，技術亦都好高明。你中意睇住對方嘅反應嚟享受你嘅性愛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係一位對自己好有要求嘅藝術家。你可以同人合作，配合佢哋做不同類型嘅工作，但係因為有時過分要求完美，從來唔妥協嘅態度，令人覺得難以親近。你好照顧後輩，亦都好中意一啲真係想學嘢嘅人。你會將你自己嘅經驗技術傳授俾對方。你對錢呢樣嘢唔係咁感興趣，甚至有少少嘅罪惡感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太過要求完美啦，有時咧對自己好苛刻，對人亦都好苛刻。可能學習對身邊嘅人事物放鬆啲、放開啲，可以睇到更加多美嘅一面。